阿姨，这个是你的钱吗？谢谢你啊，小朋友。来，这个拿去买糖吃。阿姨，你手里的饮料可以给我吗？啊，可以的，来，给你。谢谢阿姨。哎，小朋友，你的瓶子。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？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，在黑暗中独自漫步？亲爱的小孩，叔叔，你的手机。谢谢你啊，小朋友。来，这个给你。好孩子，拿着吧。谢谢叔叔。哎呀，哎，大哥你好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么高的一个小女孩，脸上脏脏的？看到了，往那边去了。啊，好，谢谢啊。小小的小孩，今天奶奶，这是面包，我喂你。漂亮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弄脏了美丽的衣服，却找不到别人倾诉？奶奶，慢慢吃，别噎着。今天有没有哭？奶奶，好喝吗？在风中寻找，从清晨到日暮。奶奶，我不舍得喝，留给你喝。小孩，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？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，在黑暗中独自漫步？亲爱的小孩，快快擦干你的泪珠，我愿意陪伴你走上回家。小朋友，这是你的瓶子。谢谢阿姨。这些吃的你也拿着吧，你就拿着吧。谢谢阿姨。你真是一个懂事的好孩子。阿姨，等一下，我能叫你什么妈妈吗？好，妈妈。哎，好孩子。妈妈。快快擦